郡主，你的小冰汗。啊，对了，小瓶子，小景哥哥推荐的李瑶特制钵仔糕呢？回郡主，钵仔糕已经差人去天上居买了。那冰糕点心呢？回郡主，今日遇上王主厨陆一鸣师傅告假了，听说是他的儿子陆小天新开了家酒楼，陆师傅去给儿子捧场了。陆小天开酒楼了呀？是啊，郡主。那会不会有很多好吃的？走，我们偷偷溜出宫去吃好吃的喽！郡主，等等我。阳光照在屋檐，洒满房间。睁开双眼，早餐放在枕边。早前升起炊烟，星火点点，手中变化万千，化作如你笑颜的夏天。老人说爱是柴米油盐，每一天都要见面，洒下雪花般漂亮，慢慢溶解，花开了冬天。过庆典过后要团圆，别再用悲伤来勾结，交配出哀愁，喜乐等待机缘，映出苦辣酸甜。就让爱穿梭时间，跨越界限，你在身边，停止我的思念，眼前色香味鲜，样样俱全，感动在舌尖，你我心照不宣，也许终有一天，花落离别，过往画面在我脑海浮现，几片欢喜音乐与烧情意绵绵，柴米油盐编织爱恋的诗篇。线索找到了，还有呢？还有啥事啊？记得点追番。对决陆小天。好多人啊！这是中元节的节前活动吗？什么节前活动？这是最先楼的一场厨艺比斗。大小姐，你跑慢点儿。遇到好吃的就没个郡主样子。谁能钻进去？不能钻呀！赫连王爷，小景就在这里，您该放我走了吧？看到人自然放你走。堂堂赫连王府的小王爷，成天到处乱跑，知不知道老祖宗的寿辰就要到了？不能钻呀，大小姐！我要进去！赫连王爷，轩哥哥。这就是陆小天的酒楼啊，还不错嘛。郡主怎么从宫里溜出来了？小景哥哥也在，小景哥哥。嗨，琉璃。小景哥哥，你怎么也在这里啊？我来这里是帮忙天上区的李瑶主厨比赛的。帮忙比赛？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整天就知道乱跑。老祖宗寿宴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，你忘了这次是交给你来操办的吗？小景哥哥，他就是李瑶吗？怎么没叫王明德啊？没错，去打酱油了吧？大瑶瑶的厨艺，我可不是跟你吹的。她现在在准备一道很特别的菜呢。李瑶哥哥，我叫琉璃，小景哥哥经常跟我提起你。哦，小景是怎么说我的呀？小景哥哥说你会做超好吃的钵仔糕、莲子汤、酱花鸽，总之会做很多好吃的菜呢。那回头我把那些超好吃的菜都做给你吃。那么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规则。本次比赛的题目由厨艺界泰斗不老叟拟定，题目为“灯影牛肉”。这么简单的题目，太难了。
这道菜的常规做法，想必大家都不陌生。为了达到促进彼此交流的目的，本次比赛需要2位制作出创新的灯影牛肉。评审由我们3位执行。如果大家没有异议，请等一下。啊，圈子的比赛由我评审，着实不妥。正所谓举贤避亲，请免去在下的评审资格。那陆评审的意思是？那就换一个评审呗。刚好有个小郡主在。这个陆一鸣怎么把我给暴露了？看来这回要挨黄叔叔骂了。那么现在评审更改为琉璃郡主，时间为1炷香，厨艺交流正式开始。姚哥炸裂，姚哥威武，姚哥炸裂，姚哥威武。嘿嘿，小景对这个李瑶还真是上心。说起来，淳于同样对这个李瑶上心。按理说他应该也在这儿，为什么没来？事办的怎么样了？世子爷，线索找到了。还有呢？还有啥事啊？啊？哦，世子爷，你的兵书拿反了。小的明白了，小的这就去打听嫂子在干嘛。唉，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莫非是我用的方法不对？可不可以用兵法试一试？这条不行。世子爷，说。嫂子正在醉香楼和人斗，斗起菜来了。考虑到牛肉本身的入味程度，用这样娴熟的手法，顺着纹理撕下，才是最精确的尺寸。只不过这样长时间的高温操作，会对厨师的手带来一定程度的损伤。小陆这小子还是有2下子的，不惜高温灼伤双手，争取到最短出锅时间完成肉丝，目的是让牛肉残留的热度可以刚好与牛油进行融合。原来如此。阿勇，准备一下接下来的厨具。是，少爷。快看，那边也要开始了。下面就看我的吧。这刀工都快赶上你喽！李主厨刀工稳健，每一片肉的长宽、厚度分毫不差，超越我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他是在肉片上雕刻吗？如此柔美的姿态，怎么给我感觉像是一位侍女正在刺绣？哎，你说话能直接点吗？你就
就说小李这孩子像女人，不就完事儿了？琉璃郡主，您觉得李主厨在雕些什么呢？不知道，看上去像是很厉害的东西吧？好，接下来要开始做那个了。好棒好棒，那个要放炮仗了！那个做法是……哇，那个看起来很好吃哎。陆主厨的这个做法的确新颖，只是这样的做法不会破坏牛肉的口感吗？哎呀，有什么问题你吃过不就知道了？吃过就知道。并不只是单纯的酥脆，而是外焦里嫩的极致口感。高速旋转以及爆炸的热量，瞬间将竹子、牛油与牛肉进行完美的味道融合。互相融合才能最大的发挥牛肉本身全部味道。小陆的菜保留了传统的滋味，也有自己的新路子，不错不错。这才是一个匠人用心去实现美味的做法。真是太好吃了！那么接下来品尝李主厨的菜。小李，快端上来吧。李主厨，这是……大家别着急，请看。赶紧尝尝小李的菜。原来如此，一切都是这么清晰明了。种种食材和配料，竟然交相辉映地演绎出了一道菜的故事。因为和橙汁的结合，让原本的麻辣变得恰到好处。百合的清香，又使其形成了一种肉本不该拥有的清爽感，而且还是以这么优雅的方式绽放出来。千万不要以貌取菜哦。李主厨在川菜鲜香麻辣中开创出果味，这绝无仅有；而陆主厨则将传统的味道发挥到了极致。
新等于创新，因此在比赛题目上，两人不分伯仲。这俩小破孩都识破了我真正的考题，不好玩，不好玩！啊，那怎么办呢？肯定是大瑶瑶的胜出啊！不过另一个看着也很好吃啊。不对，一定是大瑶瑶的更好吃。不过还剩下郡主尚未品尝，就请郡主定夺吧。琉璃大胖子，胖子胖成猪！你们这些人给我滚！琉璃不哭，你不是胖，是壮。你这身材正是打猎的好手。不要哭，不要哭，我给你带了个礼物，你等一下，等着。过了年，我就要跟父亲去远行了。等我回来，再跟小景一起陪你玩，好不好？琉璃郡主，琉璃郡主，敢问郡主更加中意哪一道菜？我认为他的更好吃。等等我，郡主，等等我，郡主，郡主。看来还是李主厨的菜在创新这个点上更胜一筹啊！那么我现在正式宣布，恭喜天上居的李瑶主厨在本次厨艺交流中获胜。恭喜你，李主厨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谢谢你没拒绝这场交流比试。你的晨光灯影也帮我点亮了一盏明灯。喂，我们并没有真正分出胜负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们还会再来一场畅快的比试的。这是我亲手打磨的厨具，名叫断离瓷。用它切出来的东西，不会残留普通菜刀的金属味。这个家伙，外面可买不到啊。就送给李主厨吧。我想，你迟早有一天能用得上它。哼，不愧是我的女人。